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后早，请咱掀开咱的圣诗444首，圣诗444首。咱今仔日这首圣诗，咱就唱第1节、第3节、甲第4节。咱第2节无要吟吼。咱掀开圣诗444首，咱今仔日吟第1节、第3节、甲第4节。等下礼拜中第2节，咱无吟哦吼。这时阵，咱做伙来串联第一节。请做伙来。主的调平和点清楚，灯光主心跳的，叫你的未来我来是并备的最伴无主宰，大义起鼓我心。的失败，搁一摆来，主你调明和点清楚，灯光主心跳的，叫你的未来我来是明白的最伴无主宰，大义起鼓我心，每的博得失败。真好哈！咱来看第3节。主你交代阮所着做，无论单独做伙，日行工停包袱异常一项，远远无停，夜目午梦。十架做过模范救赎功劳完全，咱来唱第3节。来，请做伙来。主你交代阮所着做，无论单独做伙，日行工听保护异常，远我无停摇摆摇摆，是个最高模范，救赎功德完全。真好哈！咱再来看掀开圣诗322首。圣诗322首，我前哪样失迷？咱来唱第1节甲第2节。请做伙来。我今哪有是要调我南山去西，无这一声我无要听，无爱对伊去行，我就那叫风潮。我无爱听，爱爬是过去行。请吟第2节。无这嘴牛的伊，白鸟吹伊行日，经过水做深刻旷野，爱要找我伫遐。
将我来陪，救我不免失败。咱搁来看第三节，咱搁来吟一摆咱即回来吟第三节来。我这就是耶稣，做我救主保护，留伊保护，使我有悔，救我脱离死罪，在我顿脚步，带我来行正路，带我抱我高流油条，因地有去袂晓。咱练习到这。上主伫伊的圣殿，全地伫伊的面前，拢着肃静。上帝是神，敬拜伊的人，着用心灵甲真诚敬拜。三角来吟诗学了上帝，圣诗第322首。我情哪样失迷，请起立。Peace.
同齐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丢彼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，埋葬，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阁活，上天，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。伊要对遐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，公道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谢谢。三角来启应，启应文第5篇，也是诗篇第8篇。我来启，大家来应。上主，阮的主啊！称赞你的声透到天顶，你起造要塞，封闭敌人。看到你亲手创造的天，人算什么？你要遐尼关心？你创造人，互伊比天使小看较低。你指派伊管理你亲手创造的万物，一切的羊甲牛，空中的飞鸟。上主，阮的主啊！你的威严普遍全地，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天父，阮的上帝，感谢你的恩典，互阮搁一摆来到你面前，来敬拜你、学乐你。你是公义、正直、良善的上帝，是又搁真又搁活的上帝。你的智慧无法测度。你是管理全地的主，是独独合定愿敬拜独一的真神。愿要感谢你，用丰盛的救恩洗净阮的罪。感谢你拣选阮，互阮通亲近你、倚靠你，诚做真正有福气的人，互阮的性命充满愿望。感谢你怜悯阮的软弱。用你的慈爱引带阮，愿伫你面前谦卑认罪，求主互阮知家己的过失，有悔改的心，帮助阮会晓伫你的光的内面来活。现今的世界充满邪恶、混乱、战争、瘟疫，愿知你是历史的主宰，你掌管明仔载。愿只有全然信靠你，仰望你的慈爱，照着每日读圣经、祈祷，互阮更加认捌你，诚做合你心意的人。主啊，台湾这块土地已经久久无雨水，愿主怜悯临到这块土地，早日降落温雨，润泽土地。互阮度过欠水的危机，互阮经历你的恩典甲大能。愿将一切荣耀拢归乎你。同心祈祷，拢是倚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
赞美，圣乐队要吟奇妙救主来带咱敬拜。三甲来恭听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撒母耳上卷16章第1节到13节。上主甲撒母耳讲：“我已经气杀扫罗，无爱伊搁做以色列王。你要为着伊忧伤偌久？你用油甲角陈好满，准备出发。我要找你去伯利恒人亚西遐。我伫伊的囝中间已经拣一个要做王。”撒母耳讲：“我哪通去？扫罗若听到会杀我。”上主讲：“你带一只母的羊仔去，讲你是要去献祭予上主。你着请亚西来负这个祭事。我要指示你应该做的事。我甲你指示迄个人。你着替我甲伊抹油做王。”撒母耳照上主的话去做，去到伯利恒，城内长老拢备出来迎接伊，讲：“你敢是带平安来？”伊讲：“是带平安来。我来是要献祭予上主，恁着洁净家己，
甲我做伙负这事。撒摩尼就甲亚西甲伊的囝结情，然后请因参加这事。因来的时，撒摩尼看到以利亚，心内想：徛伫上主面前，即个一定是伊所选立的人。毋过上主甲撒摩尼讲：毋通看伊的外表，身材大汉。我拣的毋是即个，上主在看。无亲像人在看，人看外表，上主看内心。后来亚西叫阿比拿达对撒摩尼面前行过，撒摩尼讲：上主嘛无拣即个。亚西阁叫沙马经过，撒摩尼讲：上主嘛无拣即个。亚西互伊7个囝拢对撒摩尼面前行过。撒摩尼甲亚西讲：上主拢无经因。撒摩尼阁甲亚西讲：你的囝敢拢伫遮？伊应讲：还有一个煞尾囝，伊即阵伫饲羊。撒摩尼甲亚西讲：你找人去叫伊来，伊还未来，咱无要坐倒。亚西派人去叫伊来，伊红膏赤子。目睭有神，生做英俊。上主讲：即个就是你甲伊抹油。撒摩尼就伫大比遐个兄哥面前，用角内油甲伊抹。对迄日起，上主的神完全支配大比。撒摩尼就出发倒去拉玛。讲到今仔日老牧师要传讲的信息是。立新王开新局，请咱同齐来祈祷。主管的上帝，当管来到伫你面前，愿你用你的话启示阮，帮助阮，阮真清楚知影怎样踮伫人生的中间，照着你所引带的路来行，也互阮毋若家己得到稳定，也将这份稳定分享给每一个身躯边需要的人，将阮的学习交伫你的手，同齐祈祷，靠耶稣的名，阿免。兄弟大家平安。逐摆读到这段圣经节的时阵，拢定定一直讲一件代志，就是人拢是外貌协会。一个人生了有缘投无，生了有勇壮无，还是生了有水无？其实某一个程度是重要的。毋过，伫即段圣经，伊嘛不断咧提醒咱一件代志，就是上帝安怎看人。伊毋是咧看外表，伊是咧看人的内心。但是，当咱每一摆咧讲要看人的内心的时阵，咱都会开始问一个问题：咱到底要怎样去判断讲一个人伊内心咧想的是啥物？一个人伊内心内底到底拥有的是甚物咧？所以伫即个故事内底，有当时咱必须爱详细去想象，嘛详细去读，到底上帝的话要对咱讲啥物？这段圣经节出现点伫以色列已经进入到伫一个时代，这个时代是王国的时代，也就是讲有王啊。这个时代已经有王啊，啊以色列头一个王叫做啥物名？扫罗嘛，头一个王叫做扫罗，啊，扫罗生了安怎？哦，标准外貌协会。扫罗就是生了身材高大、真勇壮，所以大家人看到扫罗就是一个伊比别人搁悬一个头嘛。啊，迄当时啊，就爱来想，为什么以色列人想要爱有一个王？因为因就看到讲别个国家拢有王带因咧相战，啊，看到有人伫遐咧带领大家，因感觉真新鲜，所以才会讲啊，阮爱一个王啊，阮爱一个王来治理阮，来带领阮。但是要入王进前，撒摩尼甲上帝咧对话，伊嘛知影一件代志，以后有王会发生什么事，一定会出代志。毋过，所有的以色列人又原认为讲，阮就是要爱一个王。当扫罗互人立做王了后，果然亲像以色列人所想象的，
伊带因拍战，伊带因嘛会当得胜啊。毋过，当伊愈来愈得到名声，当以色列王国愈来愈强大了后，伊也煞愈来愈离开上帝。其实这就是人定定会出现的问题。当一个人拥有的愈多，得到的愈多，地位愈来愈悬，我认捌的代志愈来愈多了后，人会开始袂记哩上帝。所以冲突出现点伫扫罗拍败亚玛力人了后，伊无顺探上帝的话，为了家己留一上好的牛甲羊。这个代志，互撒母耳感觉真忧伤，伊也真无欢喜。伊走去想要劝辩扫罗，毋过就算讲扫罗承认家己有犯罪，上帝的心意也已经改变。上帝准备要立一个新的王来带领以色列人，所以有一日，上帝的话临到伫撒母耳，上帝讲：“你到底是要忧伤偌久啊？我已经气杀扫罗，无爱伊搁做以色列的王啊！所以现在，请你到伫伯利恒去，到一个名叫做亚西的人伊的家内面，因为我已经选伊的一个囡仔要来正做王啊！”撒母耳接到上帝的命令，这敢好代志？这毋是啥物好代志吼，因为现在的王是啥人？现在的王是扫罗，啊，若是知影我即摆的命令是要去找一个人来甲伊取代的，安尼可能我有性命危险嘛。所以撒母耳当然伊认为讲这毋是好代志，伊应答上帝讲啊，我哪会当去啊？因为如果扫罗知影这件代志，伊一定会甲我害死。撒母耳心内底惊吓，上帝继续甲伊讲：“你去遐，你是要用献祭的方法去到伫亚西遐，到迄点，我会指示你，你到底应该爱安怎做。”接到这个命令，撒母耳无法度选择，伊只好渐渐前往到伫伯利恒去。心内底惊吓，心内底也不安。毋若伊不安，啥物人嘛不安？规城的人嘛不安，规城的人嘛真不安。逐个人拢皮皮喘。城内的长老出来迎旨撒母耳讲：“啊，你敢是带平安来的？”读到这个时阵真趣味的，是所有的人拢知影，上帝即摆要选一个新的人啊嘛。那亲像是安尼哦，所有的人那亲像拢知影，撒母耳现在出现点伫遮，敢若有一寡代志要发生啊。所以遮个长老皮皮喘来问伊讲：“你敢是为平安来的？”撒母耳当然外表爱安尼讲：“哦，我是带平安来的，我是要献祭啊，我是要就是邀请逐个人做伙清气家己，咱做伙来参与即场敬拜吧。”亚西甲伊的囡仔嘛共款，照撒母耳的话，就参加即场献祭的活动。到即点，上帝到底要安怎选人？其实撒母耳犹原毋知，城内的长老嘛毋知，亚西甲伊的囡仔嘛共款拢毋知。即场要找新的王的行动，是所有的人学习咧敲找上帝心意的过程。每一项拢有不安，每一个人拢有犹豫，每一项拢有家己济暗算。但是来到伫敬拜的时刻，所有人嘛拢咧等上帝到底要做甚物？其实这就是咱每一个人的使命。当咱咧面对每一摆人生的选择的时阵，咱拢有济犹豫，有不安，有济信心欠缺的时刻，咱就是带着每一个人的欠缺，然后来到伫敬拜中间，来到伫每一摆咱甲上帝相甲亲密的过程中间，要听候讲上帝到底要做啥物？因为咱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承认一件代志，无论我有偌济经验，无论我有偌济能力，我
看过偌济人，做过偌济代志，我拢真歹完全理解后一秒钟到底会发生什么代志。这也是咱济人共同的经验。前几日我到伫南神受邀请去回应孙宝林老师主讲的神学讲座。孙宝林老师带大家看福音书，踮伫对话的过程中间，顶学期孙宝林老师有踮伫咱的教会开一堂课，大家人听了有真侪得着。我就问孙老师一个问题：孙老师，你对香港出世，然后踮伫香港的神学院内面真做老师，后来因为侪原因，伊无法度踮伫香港继续服侍，上帝带伊去到伫新加坡，对新加坡了后，佫带伊来到伫台湾，伫遮尔侪无共款的所在咧分享，伫遮尔侪无共款的所在咧教导，你安怎选择的？你到底安怎判断你人生的后一步是啥物？伊讲，其实每一个所在，所有的状态拢无共款。香港是香港，新加坡是新加坡，台湾是台湾。每一个服侍的每一站，其实拢咧问的是：我即马做的，敢真正是对的？我去遐，敢真正是对？伊分享讲，其实这几个所在，新加坡的状态甲台湾完全无共款。新加坡的教会比咱所想象的搁较保守，因为政府咧控制。台湾的教会颠倒是较自由的，但是香港是因为英文能力较好，所以大家学生会英文，所以因能得到侪财目。所以每一个所在拢无共款，所以阮一直咧问的是：所以老师你到底安怎选？你到底安怎判断？伊无直接回答，但是伊讲一个故事。伊讲，当伊一开始正做一个传教者，正做一个牧者来到伫教会中间咧服侍的时阵，有一个朋友讲的一句话，正做伊真重要的启示。伊讲，爱会记哩，无论你读偌济册，无论你读偌济圣经，无论你做偌济事，有偌济经验，有偌济能力，爱会记哩。你无一定拢是对的，这是一个真重要的启示。咱无一定拢会是对的，就算讲咱感觉是安尼，靠我的财目，靠我所做过的事，靠我一切的判断，大概是安尼。但是咱无一定是对的，因为咱所看会到的物件，永远是一部分。咱无法度看到的，比咱看会到的佫较侪。也因为安尼，咱知影咱无一定是对的，所以咱来到伫上帝的面前，咱会当学习谦卑听上帝的声音。嘛，因为安尼，咱来到伫上帝的面前，咱嘛毋免惊讲咱会犯错，因为就算讲咱犯错，上帝有伊水的旨意，要带咱向前。所以就踮伫这个不安，踮伫这个犹豫的中间，咱是不断学习伫祈祷中间观看上帝的计划，伫静默中听候上帝的心意。这是撒母耳所带着的心情。伊敢若会当一直祈祷，伊敢若会当一直听候。到底上帝爱我做啥物？无论安怎，这场要选新的王的戏已经开始啊！就伫迄个敬拜的现场，亚西带伊的囡仔来到伫撒母耳家。头一个囡仔徛出来，伊的名叫做啥物？叫做以利亚。这个人生落安怎？看了后，袂歹，身材大汉，看起来佫缘投，佫看起来真臃肿。撒母耳心内底想讲，应该是这个吧。
应该是这个吧。毋过心内底有一个声音走出来，上帝对伊讲啥物？毋通看伊的外表身材大汉，我紧的毋是这个。上主咧看，无亲像人咧看，人看外表，我上帝看内心。这个声音走出来了后，撒母耳想讲，安尼应该确定毋是这个，因为这个人就算讲生了偌大丛，扫罗嘛是安尼，敢毋是？伊生了真大汉，但是扫罗是另外一个足大汉的人啊。敢真正会当取代扫罗吗？安尼应该毋是，所以头一个，互人讲毋是，请你会当去边仔休困啊。过来第二个，佫走出来，第二个走出来会安怎？咱嘛毋知，可能看起来嘛缘投，看起来巧巧。毋过上帝嘛讲，上帝嘛无选这个，佫另外一个，第二个叫阿比拿达，第三个叫做啥物？第三个叫伊做沙马，沙马看起来看了嘛袂歹，毋过上帝嘛讲毋是这个，继续佫有几个，佫有4个，7个拢行过去啊。咱有看到一件真重要的代志无？头一个有写名，讲看伊身材高大；第二个佫有名，第三个佫有名，后壁迄4个咧，点，意思咧讲啥物？无重要啊，后壁迄4个已经无重要啊。就是对亚西来讲，亚西可能嘛知影现在要选新的王，所以现在我头一个杀出来，绝对是我认为我遮个囡仔中间上介优秀的迄个。结果毋是，毋是这个，无第2优秀的，第3优秀的，名拢记了，后来点，直接快转，全部拢无呢。安尼要安怎？撒母耳心内底嘛咧想一个问题，奇怪，上帝爱我来遮，上帝爱我来遮，毋是已经足确定讲，踮伫亚西的厝内底，伊已经选一个新的王啊吗？哪会无？所以伊才问这个问题，你的囝敢真正全部拢伫遮吗？亚西才讲对，佫有一个煞马囝，伊即阵咧饲羊。咱知影这啥物意思无？伊比迄个点佫较无重要。头前迄3个佫有名，迄4个互人点的，佫至少有出场的机会。现在迄个完全伫外口咧饲羊的，这个意思是伊的老爸认为绝对甲这个人无关系，伊的老爸认为绝对都毋是迄个啦，所以迄无重要，所以伫这个遮尔重要的现场，伊连出场的机会拢无。这是大卫的故事呢，伊连出场的机会拢无法度，无想到讲撒母耳现在安尼讲啊，叫伊来到遮吧。伊若无来，咱就无要开始。所以赶紧派人去找迄个咧饲羊的迄个煞马囝到底伫啥物所在。所有人都踮伫遐咧等，逐个人一直咧等。亚西的罗伯赶紧去找，因为要去找迄个饲羊的，可能需要一段时间。一直咧找，总算找到啊！讲老爸咧叫你，请你赶紧转来厝诶，才赶紧迄个囡仔，赶紧对远远的所在走入来，连迄个换衫的机会拢无，可能全身躯真垃圾，流汗真垃圾，出现踮伫即个现场，伊伫一个真意外的状态中间，进入即个要选新王的现场啊！圣经佫继续对咱讲即个人安怎？红膏赤字，目睭有神，生做英俊，看起来嘛生了袂歹嘛，但是因为安怎？至少伫即个时刻，应该是一个囡仔，所以身材嘛
无偌悬，都是一个囡仔出现踮伫即个现场。毋过上帝伫遮对撒母耳讲，即个就是你甲伊抹油。撒母耳照上帝的话，伫大卫所有的兄哥面头前，甲伊抹油。对迄日开始，上帝的神甲伊同在，撒母耳就倒去拉玛。重点是啥物？上帝的神踮伫大卫的性命中间。上帝咧看人，毋是看外表，是看人的内心。人所看会到的，拢是一部分。咱会照咱家己的判断去判断一个人，但是有缘会有济是踮伫伊的性命中间，上帝的神咧带伊，上帝的神咧感动伊的，迄是咱所看袂到的。甲遐个身材真悬大的扫罗，以及伊的兄哥来比，大卫一点拢无法度相比。对伊老爸的想象来讲，嘛绝对即个一点拢无重要。所以照人的眼光，袂去选即个人。毋过上帝看大卫诚做好，上帝拣选大卫诚做新的王。伫即个新的王，新局嘛开始已经展开啊。大卫所派的使命是啥物？16章了后，17章一个咱拢自细汉读到大汉的故事。大卫拍倒歌利亚，大卫伊所派的使命是，伊爱对抗每一个生命中间的敌人巨人啊！要拍倒每一个巨人，对抗扫罗，对抗歌利亚，嘛对抗每一个人心内底所想的迄个。因为上帝咧看人，毋是看外表，是看伊的内心，是迄个无惊吓的心，是单纯正直的心，是勇敢冒险的心。这是大卫。今仔日咱踮伫台湾，咱会有济济看路，而这济济看路有济济烦恼，是因为咱面对这个世界的冲击。咱面对对方的势力，咱也面对现主时，无论是欠水、欠济济项事，咱有济济欠亏，一直踮伫台湾。所以踮伫这个处境下面，我发现台湾人真习惯万项事先考虑无好的，因为咱互看路甲惊吓所捆绑，嘛因为这个看路。咱无法度学习听上帝的声音，教会嘛是共款，教会甲整个社会是共款的。咱拢有济看路，年轻的世代流失，这毋是干那长老教会，是全部的教会拢面对年轻的世代无愿意继续进入伫教会中间。到底要怎样敲找教会中间的少年人？每一个失败的人传福音，是每一间教会、每一个牧者、每一个基督徒一直咧关心的议题。咱真着急，会当敲找到什么具体的策略，找到有效的方法，但是袂记哩一件上界重要的代志。这个代志是咱的心内底无福音，咱的心内底。互济济世界的势力所捆绑，照着这段圣经节，也搁一摆提醒，咱的心内底并无真正的王。今仔日，咱无搁需要选一个新的王来统治，甲带领大家会当得到得胜，因为基督是咱生命中间的王，基督是教会的王。基督要帮助咱拍倒每一个看起来真勇壮的势力，要拍倒每一个面对歌利亚的现场。17章内面，大卫静静踮伫溪水边
伫遐咧敬石头，伫祈祷，伫静默的中间，伊咧听候，搁一摆要得胜的时刻来到。所以若是安尼，今仔日的咱，无论面对什么款的挑战，是咱生命中间的软弱，是咱身躯的病痛，是咱济的冲突，是咱济对这个世界、对这个社会的惊吓。真正重要的是，咱的心需要有基督，成做咱的王。所以，当咱会当踮伫遮三聚会，每一摆来敬拜上帝的时刻，咱是咧敲吹上帝的心。咱会当踮伫遮起造一个彼此愿意听上帝话，回应上帝道理，得到启示的圣所。我会用安尼，是因为咱真看愈侪外表的代志，但是更加重要的是，每一摆咱来到伫教会内面，这是上帝的殿。当咱每一摆来到伫上帝的教会的时阵，这是上帝的殿。来到伫遮，咱学习敬拜上帝，也照着安尼，咱是受上帝呼召、忠心服侍的圣徒。咱少少去想讲，我是圣徒对吧？咱少少去想讲，我敢会成做一个圣徒？如果代笔就是迄个连出场拢无机会迄个，咱哪有可能毋是圣徒咧？因为上帝拣选咱成做圣徒，所以踮伫遮，咱会当共同学习真实的祈祷。这个祈祷毋是干那咧下愿，毋是干那下愿讲上帝你一定爱安怎，是祈祷讲上帝的旨意为成就踮伫咱的生命中间。互咱也伫这个过程中间，咱看到彼此，也看到别人的需要，愿意去付出，愿意去行动。这几天甲青年咧聚会，咧讲算笑，但是伫讲算笑的过程中间，忽然间发现一件真重要的代志，因为咱教会咧修理足侪物件，教会咧修理足侪物件。伫这个修理的过程中间，我甲因讲算笑讲，咱知影教会界吼，就爱发明一寡有诶无诶宣教策略。有当时讲的迄个策略，咱嘛听无伊到底咧讲啥物。但是踮伫这个过程中间，就讲无安尼啦，咱嘛来乌白想一下。伫这个乌白想一下的过程中间，忽然间就讲，咱修理遮侪物件吼，无咱来叫 fix 好啊。FIX 咱咧修理嘛，修理足侪物件，修理足侪物件，但是咧修理什么？我看到段老师伫遐咧修理遮个图，圣家长老就会摕咖啡来食，干事就会泡咖啡，开始泡咖啡了后，所有人聚集踮伫遐，咧彼此分享，嘛咧欣赏。上帝作为的过程中间，我忽然间发现，这个修理是修理人甲人的关系。这个修理是修理人甲家己的关系。这个修理是修理人甲上帝的关系，以及咱所想象会到所有的关系。这是 fix。这是一个彼此咧修理的过程。咱每一天，咱受到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所影响，咱咧工作真无用，咱伫生活中间有一跨路递到伫一个坎站，是咱袂记哩去修理咱甲咱家己、咱甲上帝的关系。所以伫这个行动的过程中间，咱看见上帝拣选咱成做圣徒，是咱彼此会当和好的过程。这是福音。也踮伫这个修理的过程中间，我提出我有的，
有人摕咖啡，有人伫遐咧画图，有人伫遐咧讲故事，有人伫遐咧翕影。每一个人将家己所有的物件摕出来分享的时阵，咱看见新的代志会发生，新的故事会继续出现。其实，这比咱所想象的更较简单，就是咱的关系，咱家己甲上帝的关系，需要受到修理。当扫罗因为拥有愈来愈多，得到愈来愈多，煞到伊开始袂记哩上帝的旨意、上帝的声音，开始想要倚靠家己一切势力的时阵，现在伫这个时代转变的时，上帝透过撒母耳竞选大笔，是为着要修理人甲人的关系。为了要修理整个以色列甲伊的关系，所以伊竞选的毋是迄个外表生来看起来真大张，看起来拥有济济的迄个，伊所选的是迄个连互人快转的机会拢无的迄个，雄雄叫倒转来，踮伫遮，上帝要甲伊相同行，也照着安尼。咱每一个人受上帝所呼召，咱拢是神的，咱拢受着上帝所呼召，为着要起造人甲人的关系，为着要起造人甲上帝的关系。上帝咧看人，无亲像人咧看人，人看外貌，但是伊看的是人的内心。新的王已经来啊！这个新的王是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是咱生命中间的王。新的局面已经开始展开，新的时代也已经来。耶稣邀请咱拍倒咱心内底迄个巨人，拍倒咱心内底受着限制、受着捆绑的迄个镜像，活出每一个基督圣道新的面貌，请咱来看我所写的这段话：立新王，开新局。世代交换的迄碟，替军兵找新人，是冒险，是挂路，兼有平安。迎头而来的新人。何等出众，何等优秀，内心却讲，毋通用外表来看人，毋通用看会到的来判断万事。人看外表，我看内心。立新王，开新局，心平安，捌注意，新时代已经来啊！逆转的声响，得胜的乐歌，拍倒心中的激情。咱是同齐向前，听上帝声音，敲吹上帝心意的同伴。上帝的平安要甲咱每一个人三伫地。上帝已经是咱生命中间的王，要带咱向前，愿咱勇敢来跑走。请咱做伙来吟这条圣诗，成做咱的回应。祝你调明何等清澈。祝你调比幸福何等清澈，灯光主心听你，照你的未来我内心，明白你做万物主护在，大学志气鼓舞我下心。每日跋倒
失败。世代交替起对去找信仰，冒险看路不安。人看我冒主看内心，心王心局世代来海林，积极转的是经歌声。拍到心中固心，关心经好是经多所行，做爱好心勇行，美好心的关着学心。才袂空空辜负主苦命，早关无个好失去错，才堪自阮牵落。自你交大海我敢所着罪，无论单独做伙。立行刚定保护义上，光源无听也目叫风梦，失去记罪个无可还，救赎公路完全。请咱同齐来祈祷。主管是软弱的人，阮踮伫生活中间，面对济济困难挑战，也踮伫即个世界，阮受到济济势力所影响，致到阮的心充满济济看虑甲不安。总是主你用你的话应允阮讲，你是阮生命中间的王，你选择的。超越过阮的想象，因为你是讲人看外表，你看内心。当阮搁一摆学习来到伫你面前的时，阮清楚知影，你也已经精选阮每一个人，互阮会当活出基督的款式，互阮会当修复人甲人的关系，人甲上帝的关系，以及阮甲阮家己的关系，愿你帮助阮，拍倒每一个心内底的惊吓甲不安，勇敢伫新的时代，看见新的局面已经展开，你的恩典、你的旨意已经丰丰富富要引带阮，互阮经验生命的奥妙，互阮经验上帝你所赏赐的平安。愿主甲阮每一个人三地地。同齐祈祷，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请咱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听。
请坐，咱来看咱教会几项消息的报告。咱的圣经学堂，咱的进度目前进行到使徒行传第5章第1节到16节，请来当第一，咱做伙来读。咱下点伫第2堂礼拜刷了后，咱财务部要举行财务训练吼，所以请咱已经有报名，咱的同工会当照咱的时间来到伫咖啡屋遐吼。后主日咱特别为着台南新学院奉献主日，所以学校派黄伟立牧师，看世界教会黄伟立牧师来咱教会请安报告甲讲道。好嘛。请咱继续为着教会坐咧进行的事工来祈祷，特别今仔日咱有感觉冷气无遐冷了，咱的冷气还搁咧整理嘛，感谢总务部所以咱真正足侪物件需要 fix， 足侪物件需要做整理甲修理，但是这个修理嘛包括咱每一个人甲上帝的关系。好今仔日咱有一位蔡瑞恩兄弟来到伫咱中间点伫后壁遐吼，好，咱拍鼓欢迎伊。好，请坐。好，做以上的报告甲介绍。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金句，伫撒母耳上卷16章第7节，咱做伙来读2遍，请。毋过上主甲撒母耳讲，毋通看伊的外表，身材大汉。我竟的毋是即个上主在看，无亲像人在看。人看外表，上主看内心。撒母耳上卷16章7节，来过一遍。毋过上主甲撒母耳讲。毋通看伊的外表，身材大汉。我竟的毋是即个上主在看，无亲像人在看。人看外表，上主看内心。撒母耳上卷16章第7节。撒迦利音祝福册启诗第402首，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，请起立。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，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。恳求你甲我大个保护，假使我坚强欠比是正，让我大志遵守你诫命。予我伫五感中做工程，对水紧抓是要个人，这是我真心白情梦。做伙领受上帝的祝福，愿咱得到主耶稣基督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。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感动，常常踮伫咱的心内，互咱愈捌上帝的心意，愈知影怎样分享上帝的疼，对答伫到因世代。阿门。请坐。